自由工作嘅人呢，其實個身份就好被動嘅，好多時呢都係需要個客人揾我哋先有嘢做啦。我哋就會遇到一個情況，就係開工不足啦。每個行業都有旺季淡季啦。當淡季一個月開工開得幾日嘅時候，咁點算呢？開始要考慮你本身最有興趣以外嘅工作機會啦。最緊要咧就係喺自己個時間表裏邊咧，大概知道一個禮拜、一個月有幾多嘅工作量係支撐到自己嘅衣食住行嘅開支啊，等自己有足夠嘅金錢、有足夠嘅資金去維持住生活啦。咁喺淡季嘅時候裝備好自己咧，去到旺季嘅時候，咁你自己條件唔同咗，或者客戶佢都覺得，咦係冇見一排，你又教得好咗，或者你嘅專業技能又進步咗，咁下一次再去傾嗰個酬勞嘅時候呢，咁其實就會對自己同埋雙方都有利啦。一方面我可以提供更加好嘅服務，另一方面我每一次自由工作接翻嚟嗰個單價呢，亦都可以因此而提升啦。另一種嘅進修呢，就係同自己工作關係冇咁大嘅AI 嘅知識，佢就可以幫我哋整理到，譬如每日嘅工作行程啦，工作嘅酬勞，到底啲錢個數期幾耐，啲錢收咗未啦？如果我哋逐筆數人手去記嘅話，其實都好花時間同埋會錯嘅喎。有冇一啲工具係可以令到我哋喺自由工作嘅每日日常行程裏邊係幫到我哋手，係令到我哋做得更加快、更加準呢？咁呢一啲嘅方式呢，其實都係透過進修學習得嚟嘅。